腊味是南方人在入冬后传统的必备美食。煲仔饭是腊味最经典的吃法之一。生米煮，猛火烧，煲熟后再转到炭炉上慢慢烘，让藏在腊味里的肉汁完全渗入米饭。阿天和家人一起经营了自家的腊味店，制作腊肠依然沿用传统的全手工制作。制腊肠的肠衣要存放1年才能使用，灌成腊肠之后，还要用钉耙刺破肠衣，挤走多余的空气，用水草绳和麻绳将灌肠分小段分扎。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才能把这道工艺做得整齐美觀。如今，臘味既能成為家常小菜，也能登大雅之堂。咁就其實因為香港係太多好多嘅各個國家嘅食物都會可以喺香港度食到，但係佢哋都會有份情意結，就係臘味係